Cobot in train, future in game。小朋友，你有冇見過機械人呢？今日我哋一齊嚟講下機械人嘅神奇故事啦。好耐以前，大約1480年，有個好勁嘅叔叔叫達芬奇，佢畫過一個機械騎士嘅設計圖，但當時技術未夠成熟，做唔到真嘅。到2000年，我哋嘅爸爸機械人阿士模出世啦。佢可以自己行路、上樓梯，但係佢行得好慢，慢到好似樹懶咁啊！經過20幾年嘅努力，好多新嘅機械人出現。我哋識跑步、踢波、跳舞、打功夫，越嚟越似真人。不過你又知唔知有好多搞笑時刻㗎？有啲機械人搞錯晒，將老闆杯咖啡當波咁踢。同埋有咩啊？對唔住老闆，我以為係波嚟㗎。仲有機械人跳舞跳到一半突然輕機，全身亂震變成僵屍舞咁。其實每一個機械人都係由好多人一步一步努力，先至變得越嚟越勁。以前係大人教機械人，而家輪到你哋有機會做小小機械人訓練師啦。只要努力，將來一定可以創造更多好勁嘅機械人㗎。所以小朋友 ，Cobot in train, future in game， 你哋準備好同機械人一齊創造未來啦嗎？準備好啦！